主耶穌曾經講過一個發人心醒嘅比喻，比喻當中嘅主角係一位無知嘅財主。個比喻係咁講嘅，佢話有一個財主，田產非常之豐富。財主自己心裏面就諗啦，我嘅出產已經多到冇地方可以收藏，我可以點做呢？佢又諗，我諗到啦，我可以將我嘅倉房拆咗去，另外起一個更大嘅倉房。響呢個更大嘅倉房裏面，我可以收藏我一切嘅糧食同埋財物。然後對自己嘅靈魂講，靈魂啊，你有好多嘅財物積存咗啦，可以作多年嘅費用。而家只管安安逸逸咁樣吃喝快樂過生活啦。但係神卻對呢位財主講，佢話，無知嘅人啊，今晚夜我就要攞走你嘅靈魂，你所預備嘅要歸誰呢？響呢個比喻裏面，我哋見到無知嘅財主，佢人生嘅計劃裏面係冇提過神，冇感恩，亦都冇諗過永恆靈魂嘅去向。佢亦都冇將做佢靈魂嘅神放入佢人生嘅計劃裏面。佢嘅人生大計樣樣都諗得好妥當，就唯獨排除咗愛佢嘅神。佢嘅計劃只係諗到今生點樣吃喝玩樂嘅生活，但係神提醒佢，生命嘅時間表並唔係掌握喺人手中，所以神講到，佢話，我今晚就要終結咗你嘅生命，你定下嘅人生大計就同你冇關啦。我哋係咪都只係為短暫嘅人生而將掌管我哋今生同埋永恆嘅神拒諸門外呢？願你認識主耶穌，得着靈魂嘅救恩，得着永恆嘅盼望。